前客家妇女在坐月子的时候都会用大风草煮水来洗澡，据说可以祛风避寒。不过现在越来越少人使用了。为了要保留这个客家老祖先的生活方式，屏东农民钟展雄他研发出了大风草沐浴包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带您体验。这个就是大风草，是我们传统的客家妇女在坐月子的时候会用到的用草，有成熟的话，它味道会比较浓。屏东新皮乡的农民钟展雄特别把大风草种了回来，他努力种植大风草，希望客家妇女坐月子的传统能够延续下去，所以钟展雄依循古法制作。他将大风草收成之后杀青，再用制茶的方式粉碎，接着还得要晒干，才能够做成沐浴包。大概要1个礼拜。那蛮耗工的哦。这个工很多，可以说全手工的啦。整个过程相当花功夫。举例来说，大风草得要完全晒干，否则很容易发霉。但是也得要看老天爷的脸色，下雨天不能晒，要拉长作业时间；大太阳也不轻松，得要挥汗如雨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钟展雄说，大风草可以祛风避寒、调养身体，也是以前客庄妇女坐月子时的共同回忆。而为了要让使用上更便利，他把大风草变成了沐浴包，就好像以前传统式的，在煮出来以后还有一些屑在里面，看起来怪怪，好像用起来也会毛毛的啦。那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想是不是我们来做成沐浴包？一包80公克，钟展雄说要有效果，这绝对不能偷工减料。而一份沐浴包搭配6000 CC 的水，就能够拿来沐浴了。当初坐月子的妇女回忆，大风草煮成水之后，还得要先喝上1碗，才能够开始洗澡。血液循环不好啊，做嘢出来人身体较虚咩，较唔泡妆了较唔乜健康。你看哪一般的新米花大概有5分钟到10分钟。钟展雄努力把大风草的沐浴包推广出去，因为除了产妇之外，其实一般人也能够拿来泡澡。他坚持传统，希望现代人也能够体会老祖先的生活方式。孕育新生的喜悦，在氤氲的青草香里凝聚最温暖的呵护。华夫凝脂，祛风避寒。再见大风草，客庄摇曳感动时刻。